我哋入咗嚟呢個茶庵古寺，咁啊呢度一個即係傳統牌樓啊，小豬明洞。咁啊呢度其實係一個道場嚟嘅。咁啊陳少白嘅墓咧就係呢度一直行上去。咁啊呢個環境啊好幽靜啊！入嚟咧就係想參觀下陳少白墓。咁啊陳少白係呢度本地人嚟嘅，佢啊移葬咗返嚟家鄉啊，風光大葬。原來陳少白以前佢哋都好多啲別名嘅，即係好似孫中山有孫文啊、孫逸仙咁。原來陳少白個名後來佢改嘅，佢之前係最早個名係叫做唔知陳文兆啊，曾經又叫過陳璧嘅。咁啊陳璧呢個名咧，就使我諗起咧，即係歷史上嘅大漢奸嘅老婆啊，汪精衛嘅老婆叫陳璧君。咁啊陳璧君咧又係新會人嚟喎。咁啊我自己喺度諗，咁啊會唔會係陳璧君呢個名啊同阿陳少白係有啲拉楞嘅？因為大家都係國民黨嘅時代，咁可能係即係陳璧君嘅祖輩仰慕呢啲即係三民主義嘅偉人啊，所以咧就將自己嘅仔女名咧改成陳璧啊，我咁聯想嘅。咁啊陳璧君咧又係新會人，但係具體邊度條村就唔知嘅啦，因為佢係近代史上屬於一個遺臭萬年嘅人物啊，係一個大漢奸嘅老婆。其實汪精衛都係廣東人啊，不過佢祖籍係北方嘅，不過佢出生響三水。咁啊呢度一路有路牌指示嘅，呢個路牌雖然比較殘舊啲，唔係好靚，不過都好清晰，陳少白先生嘅墓。呢個鬧市之中嘅一個古寺啊，好幽靜嘅環境，好靚。陳少白個墓就喺半山腰嘅。行咗矮矮山都有少少氣喘咁喎。咁啊其實就唔係好高嘅，個半山腰啊。咁啊行咗大概係百零個梯級就上到嚟呢一個陳少白墓。呢個墓整到好靚，呢個墓嘅拜祭台你睇下嗰啲岩石幾堅固結實。咁啊呢度有一個牌介紹啊，呢家係屬於江門市嘅文物啊。墓前就有12個樓級，咁啊兩邊有嗰啲花欄、護欄。咁啊正前方呢個就係主體嘅墓啊。咁啊原來係題詞就係當時嘅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題詞嘅陳少白先生之墓，民國24年，即係1935年啊，即係響北京死咗之後，即刻就移葬咗過嚟去家鄉南華里附近呢度。咁啊呢家呢個墓難得咧，墓碑上面嗰個青天白日嗰個徽咧仲保留喺度，冇受到破壞喎。咁啊呢個墓一直都難得保留喺度，冇受到破壞喎。歷經咁多啲運動啊嗰啲，都算係咁噶啦。佢呢個墓保存得咁靚啊，咁就證明咗咧就佢嘅為人啊啲事蹟啊受到當地村民嘅認可啊，即係所以先保留得咁靚啊。因為類似呢啲民國人物嗰啲墓咧，好多都受到破壞嘅，特別係響
三反五反啊，文化大革命嗰陣啊，包括廣州嘅黃花崗烈士墓都受到破壞啊。整個墓咧，嗰啲地面咧、地板應該係嗰啲花崗岩石嚟嘅。咁啊，呢個樓梯12級樓梯咧，就估計係響90年代嘅時候修整嘅時候重新修整過嘅。但係呢個樓梯兩邊嘅護欄咧，睇佢嗰啲岩石雕刻花紋咧，都係以前留落嚟嘅。咁啊，估計響90年代嘅時候，呢個墓嘅即係啲地面啊，嗰啲樓級咧就大修過。嗱，呢啲地面，因為以前都係一啲岩石地面嚟噶嘛，依家睇佢嗰啲地面咧就似係嗰啲水泥地面啊，但係整個墓牆兩邊嗰啲圍欄啊，包括主體啊，嗰啲岩石啊，嗰啲咧睇咧就應該係舊陣時保留落嚟㗎啦。咁啊，呢啲具體咧就要當地村民嗰啲知道咧。我講咧，即係我自己靠猜嘅啫。咁如果有啲網友會知道呢啲歷史咧，可以補充下。咁啊，我講嘅咧就唔一定係正確嘅。咁啊嗱，好似呢啲地面，咁我而家係猜嘅啫。呢度已經係屬江門市區嘅啦。咁啊，呢度係江海4路。咁啊，舊陣時嗰啲鄉村足跡啊，即係100幾200年前嗰啲足跡就揾唔到嘅。咁啊，我鏡頭移過嚟，稍微喺遠處影一影陳少白故居。我遠遠望過對面嗰度，就係佢故居嘅其中一部分。咁佢佔地面積介紹就有4000幾平方嘅。咁啊，有居屋啦，有花園啦，仲有嗰啲涼亭啦。咁啊，因為陳少白出身嘅家庭都係屬於一個基督教家庭嘅，據講佢嘅父親係基督教牧師。咁啊，佢即係依家叫讀大學嘅時候就落咗去廣州嘅嶺南大學，即係依家嘅中山大學嘅前身一陣讀書。咁啊，佢嘅啟蒙老師咧就係佢嘅阿叔。陳少白故居有冇開放啊？依家嚇有啊，登記就可以入去噶啦。登記可以入去。係啊。好唔該嚇。唔使登記下先。正對嘅呢個就係陳少白嘅雕像，1869到1934，即係生活咗65年。咁啊，據講就佢喺北京一間德國醫院過身啦，應該都係病逝嘅。之後佢嘅靈柩咧就由當時嘅國民黨政府官員就護送翻嚟佢家鄉，即係外海呢度一個茶庵古寺嘅半山腰嗰度葬嘅。咁啊，你而家入嚟睇咧，基本上個輪廓都仲可以睇到。呢個亞字樓據講就係陳少白響鄉下生活起居嘅地方。呢一座白橋亦係佢故居嘅一部分嚟嘅。咁行過嚟呢度就係以前佢屋企嘅一個花園啦。呢度有一個六角亭。呢個竹鑊亭有一段古仔嘅。據講響陳少白搞廣州起義啊，即係黃花崗起義嘅時候咧，就即係俾清兵追殺嘅時候，就匿藏響依家廣州河南個海童寺入邊一個大鑊入邊啊。咁啊，佢獲救之後咧，咁啊為咗即係話記住呢件事咧，感恩當時嘅主持和尚嘅救命之恩啊！咁啊，將呢個海童寺嘅一個即係啲和尚嚟煮粥嘅鑊咧，就直接就即係送咗俾佢，運咗翻嚟去即係家鄉故居呢度。咁啊，建咗一座
祝獲庭以紀念大獲嘅救命之恩喎。即係有段古仔嘅，原來呢一個亭啊，係為呢個獲專門建嘅一個六角西式嘅涼亭啊。呢啲建築物咧都係屬於即係中國近代史民國初期嘅歷史一部分啦。咁啊，呢啲故居咧就同共產黨嗰啲偉人故居有啲唔同咯。呢啲故居比較簡單同埋樸素啊。咁但係孫中山嘅故居就喺中山嗰個翠亨村啊嘛。咁啊，因為孫中山嘅名氣咧就比較大啊嘛，所以佢嗰個故居就搞到好靚。咁係屬於即係統戰基地啊、紅色革命教育基地嘅一部分嚟嘅。咁啊，呢度都係有一個叫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嘅陳少白先生紀念館，係2005年嘅時候掛牌嘅。咁啊，呢條村啊叫做南華里。呢啲水涌咧就係舊陣時呢啲鄉村嘅特色啊。咁啊，呢啲係水鄉嚟嘅。陳少白故居所在嘅位置就係叫做南華里啊。呢一座應該就係私人居屋嚟嘅。呢家啲鄉村好靚啊！江門呢度周邊啲鄉村啊，好靚！呢啲環境影到。咁啊，據介紹啊，陳少白咧就係同孫中山係結拜兄弟嚟嘅。咁啊，大家年齡都係差唔多嘅。咁啊，喺香港認識，然之後結拜兄弟，然之後一齊咧就簡稱，喺近代史上都係個好有名嘅人物嚟嘅。咁啊，原來佢嘅鄉下就係喺江海四路呢度嘅，咁啊已經係屬於江門市區嘅範圍啊。少白嘅故居啊，同埋陳少白墓嘅視頻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謝晒大家收睇同埋點讚。咁啊，如果有知道呢段歷史嘅網友啊、粉絲啊，你可以留言補充俾我，咁等我又知道多啲啊嘛。感謝大家訂閱同埋關注，下期再見，拜拜。